每一趟行脚其实都是一种无尽的探索，而入夜后落脚的地方，则是能让一整天思绪沉淀的空间。今晚的思绪城堡会是什么模样呢？会不会很有特色？你好，你好，我是今晚住宿的客人。那请问贵姓？我姓石。好，那这边跟我请哦。好啊。每一步的前行都有着嫩黄、艳红和鲜绿来开路，不经意的抬头，还有着许多枝芽上的惊喜，像是一种鼓励，一种动能，一种暗示，告诉我前面的样貌更多变，走快一点呀！哦，这里真的是绿意盎然哎。对啊，我们这边结合了漂流木，还有香草植物，跟椰林。对，那就营造出热带岛屿的气息哦。哦，真的耶！我也觉得里不一懂有特色哎。我觉得这么有特色的地方，应该要好好逛逛。赶紧带我进去。好，跟我走。好。暂时挥别了森林一般的墨绿，晚上我却仿佛可以深深地沉浸在漂流木包围的热带岛屿。空间场景的转换间，心情也有着不同的延伸。听说这儿还有雨林部落的氛围，怎么能不让我心神向往呢？自己上菜哦。啊，谢谢啊！里不一懂有特色，我觉得这里好有那种热带雨林的感觉，在这里好像仙境哦。对呀，里不一懂有特色的。我们这边打造雨林部落的感觉，让像你这样漂亮的小姐来这边拍照打卡哦。我觉得这里的美景比我还要美多了。等一下吃完这些，哇，好有特色的东西，我还想要再去逛逛。好，我们这边还有很多特色的地方可以去逛一下哦。欢迎你下次再来，谢谢。拍照打卡，因为景致，我一步一步走着也不觉累。突然的一个歇息，那热气，那香味，这才觉得双足的疲累得到了彻底的抚慰。爬梳了一天的记忆，里维东 UTC， 我的心情故事也有了不同的标记，在雨林，在漂流木海的味道里，都可以得到深深的验证。